因为我当时中考没考好，失利了，进了一个民办高中，他不敢正视这个现实，没有就沉迷过去，颓废了，是属于一个废物。你到底现在是父亲在管你，还是你妈妈在管你啊？我妈也管我管得少，她每一年她要给我整出来很多幺蛾子。你什么幺蛾子呢？就是在我学习上面一问三不知，天天催，但是他没有方法，他就是要催。人还是要主动学习比较好。你如果被推着学习的话，永远都是只会感觉到那个被动，只会觉得心烦。我跟他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误差，他一直都想让我单招。你上高中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考大学的，你不是为了考大专的。他们那个主观意识里面就是你考个大专算了，但是我的意识里面我是要考好的大学的。你成绩怎么样了？我成绩一般，你讲实话，多少？这次高考就要29276，人还是要主动学习比较好，我是要考好的大学的。我裸考的。什么叫做裸考了？就是考前几天看一下。那你这个高中期间都不搞学习的？啊，差不多。你这个反转一下来的令人有点太猝不及防了。高中3年，说是裸考，那其实就是没怎么读过书嘛。现在到头来责怪你母亲做的不到位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为你付出了多少嘛？现在拿这个成绩去回报她，